各位老友記，你哋有冇諗過，一個女人到咗6張幾身家過億，但係身邊無個男人，到底係一種淒涼，定係人生最高級嘅自由？好多人話老來從子或者老來從夫，但係你睇下，床楚紅喪夫17年，唔改嫁，唔搞緋聞，唔出嚟做 show，依然活得咁殺氣騰騰，咁優雅大方。呢種紅姑式嘅獨居智慧，先係我哋每個人無論男女最應該學嘅晚年防衛術。今日我就同大家傾下紅姑點樣靠住守心呢2個字，喺呢個繁華亂世入面贏得下半場最體面嘅身位。如果你都想喺呢個睇人面色嘅社會入面學識點樣老得有尊嚴，活得唔憂躁，記得而家就撳埋下面個訂閱掣，打開小鈴鐺。我呢個頻道專門講嗰啲港星背後嘅人生格局，你唔訂閱損失嘅，可能係一份受用終身嘅生活智慧。當年香港影壇有句說話叫發不過周潤發，紅不過松。楚紅呢句話講嘅唔止係紅姑嘅事業高度，更加係佢喺整個時代入面嘅份量。80年代嘅香港係一個做夢嘅年代，電影公司開戲快過煮麵，紅姑一年拍10幾部戲，行程排到密不透風，但係佢每一個鏡頭都認真到不得了，唔會因為戲多就求其其。呢種對自己嘅要求，其實已經講緊佢係一個點樣嘅人。佢唔係求良，佢求嘅係一份對得住自己嘅交代。嗰陣時紅姑紅到發紫，追求者排到去公海富商名樓，金錢誘惑，乜嘢冇見過。有錢佬追佢，追到差啲喺門口紮營，送花送車送鑽飾，樣樣都嚟換咗第2個女仔。可能老早就投入咗豪門嘅懷抱，享受住揮之不去嘅名利同埋安穩。但係紅姑偏偏揀咗朱家鼎。朱家鼎係邊個？廣告才子，有才但唔係頂級豪門。佢冇萬貫家財，冇顯赫身家，佢有嘅係一份幽默同埋一份對紅姑真正嘅欣賞。紅姑當年嘅選擇就已經睇得出佢呢個人嘅骨氣。佢唔係要揾張長期飯票，佢係要揾個靈魂伴侶，一個可以喺屋企同佢傾偈，可以喺深夜同佢分享一支紅酒，可以聽佢講心事嘅人。呢份初心就係佢晚年防衛術嘅第一道防線。唔貪唔屬於自己嘅嘢，自然就無人可以傷害到你。有街坊朋友分回憶講，話嗰陣時紅姑同朱家鼎拍拖，成日見到佢哋2個喺尖沙咀一齊食飯。紅姑着住便服，唔化妝都好靚，但係佢從來唔擺明星架子，同朱家鼎有講有笑，就好似普通情侶咁樣。呢種返璞歸真嘅相處方式，先係佢哋感情最打動人嘅地方。喺一個成日將愛情同金錢掛鈎嘅圈子入面，紅姑竟然可以咁淡定咁清醒，揀一個真心待佢好嘅人，而唔係揀一個可以俾佢更多物質嘅人。後尾佢哋結咗婚，紅姑漸漸淡出咗銀幕，將重心放喺屋企，放喺同朱家鼎嘅生活入面。有人問過佢會唔會覺得可惜，成日喺高峰期突然收山。紅姑當年淡淡咁答話，演戲係一份工作，但係屋企先係佢上手嘅地方。呢句說話喺當年嚟講可能唔算特別，但係而家翻轉頭睇先發現，原來紅姑一早就明白，人生最緊要嘅唔係外面幾多人掌聲，而係屋企入面有冇一個人真心等緊你翻嚟。呢段婚姻維持咗幾十年，冇乜緋聞，冇乜爭產新聞，只有偶爾傳出嚟嘅恩愛合照，2個人拖手行街，笑得好燦爛。有朋友講起，話紅姑同朱家鼎嗰種感情唔係烈火乾柴，嗰種係細水長流，嗰種係嗰種你唔使講太多，但係大家都知道對方會喺度嘅安全感。我覺得呢個先係紅姑教識我哋嘅第一課感情。呢樣嘢唔係揀最耀眼嗰個，
而係揀最啱嗰個。有錢有勢固然吸引，但係最終陪你捱過人生高低起伏嘅，往往係嗰個唔起眼，但係真心對你好嘅人。紅姑當年嘅選擇睇似係放棄咗更加風光嘅人生，但係實際上佢先係贏咗最重要嘅嗰一鋪，就係揀啱人。當然命運有時就係咁殘忍，一段咁美好嘅感情最後都要面對生離死別。朱家鼎喺2007年因病離世嗰陣時，紅姑嘅傷痛外人根本冇辦法想象。有報道講，紅姑喺葬禮上一直強忍住眼淚，冇喺鏡頭面前崩潰。但係熟悉佢嘅朋友都知道，佢私底下不知喊咗幾多次，失去咗相伴幾十年嘅另一半。呢種痛唔係一時三刻可以撫平。大家覺得喺娛樂圈或者現實生活入面，一個靚女拒絕豪門去嫁個普通才子，係咪真係需要好大勇氣？留言區講下你嘅睇法。講完心態，我哋講嗰啲現實啲嘅。紅姑點解可以唔復出拍戲，依然生活得咁富貴？佢嘅晚年防衛術入面最緊要嘅一環就係房產。紅姑係香港演藝圈入面公認嘅隱形流王。佢唔係嗰種周圍炫富，成日喺社交媒體睇晒名牌手袋嘅明星，佢反而低調到不得了。好多人淨係知道佢演戲叻，收租更加叻，但係就講唔出佢實際上有幾多層樓。呢種低調本身就已經係一種理財智慧，唔張揚，先可以避開好多唔必要嘅麻煩，唔會惹嚟啲打理主義嘅人。亦都唔會俾傳媒成日追住你嘅資產起底。紅姑好早以前就唔買啲虛頭巴腦嘅嘢，佢唔係嗰種見到啲新盤靚樣板房就心喐喐嘅人。佢揀嘢好精明，專注投資優質地段。有業內人士透露，紅姑手上有幾層樓都係喺港島區，位置靚，交通方便，附近有齊學校、商場、醫院。呢啲先係真正保值嘅地段，相比起啲偏遠地區嘅豪宅，睇落好氣派，但係實際上流動性低，出租都難揾租客。紅姑嘅眼光明顯係穩紮穩打，嗰種唔貪一時嘅新鮮豪華，睇嘅係長遠嘅價值。有講法話，紅姑而家手上物業市值加埋過億，單係收租都夠佢去法國飲咖啡，過悠閒生活。呢個唔係浮誇嘅講法，你諗下，港島區優質住宅嘅租金回報，一年落嚟都係一筆好可觀嘅被動收入。紅姑根本唔需要再出嚟拍戲揾錢，佢完全可以靠住呢啲物業收入，過住自己中意嘅生活。呢種財務自由嘅狀態，先係真正嘅晚年安全感嘅來源。老友記，記住，錢係一個人晚年嘅膽。你有幾大膽，好多時就係睇你個銀包有幾厚。年輕嗰陣，我哋可能覺得愛情最重要，覺得友情飲水飽。但係人到中年，尤其係到咗紅姑呢個年紀，你會發現冇經濟基礎嘅安全感係好脆弱嘅。你依賴緊個仔女，依賴緊個伴侶，一旦關係出現變化，你嘅晚年就會即刻陷入被動。紅姑話俾我哋知，女明星最優雅嘅轉身，唔係嫁入豪門，而係自己變成豪門。呢句說話值得每一個女人，甚至每一個男人細味。我哋成日聽人講，搵個有錢人嫁咗佢就一死無憂，但係呢種依附式嘅安全感其實好搖擺。人哋嘅財富永遠都唔係你自己嘅財富。一旦感情破裂或者對方離世，你嘅生活水平隨時一鋪清袋。反而紅姑嘅做法係靠自己嘅眼光同埋耐性，一步一步建立起屬於自己嘅資產。呢種安全感先係真真正正踏實嘅。而且紅姑買樓嘅時機都揀得好，佢冇跟風去炒高追入，反而係喺市況相對穩定嘅時候，慢慢入手優質資產，長線持有。呢種耐性喺而家成日追求快錢、追求短炒嘅社會入面，其實好難得。
好多人買樓係想搏一鋪升值就沽出，但係紅姑嘅思維更加似係一個真正嘅資產配置者，佢睇重嘅係長遠嘅現金流，而唔係短期嘅賬面升幅。睇到呢度，如果你覺得紅姑呢種自給自足嘅人生哲學好有啟發，千祈唔好吝嗇你嘅訂閱，你嘅支持就係我繼續爆呢啲港星底牌嘅動力。講完錢，我哋再講嗰啲生活層面嘅嘢。你睇下紅姑而家嘅生活攝影、插花、爬山、旅行，佢冇去確整容，冇將自己嗰塊面打到好似蠟像咁。佢接受自然老去，好多女明星去到60幾歲都會抵受唔住外界嘅目光壓力，走去做各種醫美療程、打針拉皮，希望可以留住青春嘅樣貌。但係紅姑偏偏反其道而行，佢有份接受自己臉上嘅皺紋，有份喺鏡頭前面展示自己嘅真實年齡。呢種勇氣同埋自信，其實比起任何整容手術都更加吸引人。你睇下佢近年出席活動嘅相片，雖然樣貌已經唔似當年咁青春逼人，但係佢笑起嚟嗰種自然同埋自信，係打針嘅面孔永遠都做唔到嘅。佢嘅朋友圈極其乾淨，唔會去啲無謂嘅派對揾存在感。紅姑好少出席嗰啲商業活動，就算出席，都係嗰啲同攝影或者藝術相關嘅場合。佢寧願用時間去行山、去拍照、去插花，都唔會浪費時間喺啲虛偽嘅社交場合。呢種生活上嘅斷捨離，幫佢隔絕咗好多是非。好多老人家晚年唔體面，係因為心態亂，乜都想要結果，乜都守唔住，想要更多嘅朋友，想要更多嘅關注，想要更多嘅物質享受，結果就周圍樹敵，或者俾啲居心不良嘅人有機可乘。紅姑嘅智慧在於簡化生活，佢好清楚自己想要嘅係咩，就係簡簡單單同自己相處，同大自然相處，唔需要太多人嘅認同，唔需要太多場合嘅掌聲攝影。呢樣嘢喺紅姑身上唔只係一個興趣，更加係一種心靈嘅寄託。佢成日一個人背住相機出去影相，影風景，影建築，影日常生活入面嘅小細節。呢種獨處嘅時間，其實對一個人嘅心理健康好重要。尤其係經歷過喪偶之痛之後，紅姑冇選擇沉溺喺傷心入面，而係揀咗一個健康嘅方式去消化自己嘅情緒，透過鏡頭去重新發現生活嘅美好插花，亦都係佢嘅一大興趣。呢個興趣講出嚟，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平凡，但係當你了解到插花其實需要好大嘅耐性同埋審美，你就會明白呢種興趣其實好能夠反映一個人嘅內心狀態。一枝一葉嘅擺放都需要用心去感受呢種慢活嘅節奏，同紅姑成日追求嘅簡約生活哲學完全係一脈相承。爬山亦係如此，行山唔只係一種運動，更加係一種同自己對話嘅過程。喺山入面，冇乜人會認得你係邊個大明星，你就係一個普通嘅行山客，可以自由自在咁呼吸新鮮空氣，可以慢慢欣賞沿途嘅風景。呢種返璞歸真嘅生活方式，先係紅姑晚年最珍貴嘅資產。唔係話樓房或者存款先叫資產，一個健康嘅身體，一個平靜嘅心境，同樣都係無價嘅財富。大家寵意睇一個自然老去、滿臉皺紋但笑容燦爛嘅紅姑，定係寵意睇一個打晒針、皮笑肉不笑嘅凍齡女神？留言分享下睇法，我哋對比下同期嘅某啲港星晚年境況，你就會發現同一個時代出身，同一個高度紅過，去到60、70歲嘅時候，人生嘅落差可以大到咁誇張。有啲女星當年風光不下於紅姑，但係去到晚年，因為投資失利或者婚姻破裂，搞到手頭拮據，唯有周圍走騷，甚至要放低身段去帶貨賣嘢。
喺鏡頭前面推銷各種保健品同化妝品，賺嗰啲辛苦錢。你睇住佢哋喺鏡頭前面強顏歡笑，講到啲產品幾咁神奇，其實觀眾心入面都幾唏噓。曾經嘅巨星去到而家要為咗生計咁樣奔波，呢種反差正正就係冇及早做好晚年防衛術嘅後果。亦都有啲女星選擇咗嫁入豪門，以為咁就揾到一世嘅依靠，結果去到晚年先發現豪門入面嘅勾心鬥角比外面嘅娛樂圈更加恐怖，爭產風波、妻妾角力、子女爭寵，呢啲新聞我哋都唔少見。有啲當年嘅大美人去到而家成日要為咗遺產嘅分配同其他人對簿公堂，成個人變到成日愁眉苦臉，唔再有以前嗰種光彩。呢種依附式嘅人生睇落好風光，實際上內裏千瘡百孔，一啲都唔自由。相比之下，紅姑嘅贏唔係贏喺佢賺得幾多，或者佢嫁得幾好，而係贏喺佢夠定呢個定字。講起嚟簡單，但係做起嚟其實好難。好多人成日都話自己好淡定，但係一遇到啲風吹草動就即刻慌失失，成個人失晒方寸。紅姑嘅定係一種由內而外嘅穩，佢唔受外界干擾，唔會因為冇人吹捧就覺得空虛。你試下諗下，一個曾經萬人追捧嘅大明星，去到而家深居簡出，唔再成日見報，唔再成日有記者追訪。嗰一個人嘅價值感係完全建基於外界嘅關注，咁呢種轉變隨時可以攞佢命。但係紅姑冇，佢照舊每日過住自己嘅生活，攝影插花行山，冇因為冇咗鎂光燈就覺得自己冇存在價值。呢種強大嘅內核先係防禦老無所依、心無所寄嘅終極大招。好多人以為防止老無所依就係要揾多啲人陪住自己，揾個伴侶，揾班朋友，揾班仔女成日陪喺身邊。但係紅姑嘅故事話俾我哋知，真正嘅安全感唔係嚟自外面有幾多人陪住你，而係嚟自你自己內心有幾豐盛。佢活成咗一個原點，自己圓滿自己，唔需要靠其他人嚟填補自己嘅空虛。呢種境界先係最高級嘅晚年智慧。你覺得一個人到咗晚年最慘嘅係無錢定係無精神寄託？歡迎喺下面傾下。其實好多人都會忽略咗一樣嘢，就係精神層面嘅富足同物質層面嘅富足係要同時擁有，先至可以真正咁安穩，淨係有錢。但係內心空虛，成日要靠住旅行購物或者揾伴嚟填補，嗰種寂寞咁樣嘅生活，其實都唔算真正嘅自由。反過嚟講，淨係有精神寄託，但係冇經濟基礎，晚年一樣都會過得好辛苦，成日要為咗生活基本開支而煩惱，冇辦法真正咁放鬆去享受生活。紅姑之所以能夠贏到最後，正正就係佢兩方面都做齊咗。佢有穩健嘅物業收入俾佢冇後顧之憂，同時佢又有豐富嘅精神生活，唔會覺得自己嘅人生冇咗意義。呢種平衡先係我哋每一個人都應該學習嘅目標。紅姑嘅故事其實唔係講緊一個女明星幾咁有錢，而係講緊一個女人點樣喺失去至愛、離開名利場之後，依然可以靠住守心同理財攞返人生嘅主動權。呢個先係整個故事最核心嘅精神。我哋每個人嘅人生都會經歷唔同程度嘅失去青春，失去至親，失去事業上嘅光環。但係點樣喺失去之後重新揾返自己人生嘅重心，先係真正嘅人生課題。紅姑喺失去朱家鼎之後，冇選擇沉淪，冇選擇怨天尤人，反而好平靜咁面對呢個現實，繼續做返自己中意做嘅事。呢種堅韌值得每一個經歷過失去嘅人參考。晚年防禦，防嘅唔係老，防嘅係心亂同手空。呢兩句說話
我覺得係今日呢集嘢入面最值得大家記住嘅精華心戀，就係話你嘅內心冇一個穩定嘅重心，成日隨住外界嘅變化而動搖。今日開心，聽日失落。守空就係話你冇為自己嘅未來做好準備，冇儲蓄，冇投資，去到需要用錢嘅時候，先發現自己一無所有，學紅姑咁投資自己嘅眼界。呢句說話唔淨係講緊買樓投資嘅眼光，更加係講緊你點樣睇待人生嘅角度。一個人嘅眼界闊唔闊，其實直接影響住佢嘅人生選擇。紅姑當年可以喺咁多誘惑入面揀咗一條睇落唔係最風光，但係最踏實嘅路，正正就係因為佢有咁嘅眼界，睇得穿邊啲嘢先係真正重要，守住自己嘅荷包，呢個就更加實在，唔理你賺幾多錢，最緊要嘅係識得儲蓄，識得投資，唔好胡亂使錢。好多人賺得多，但係使得更加多，到頭嚟到咗晚年，一樣都係兩手空空。反而識得精打細算嘅人，就算賺得唔算特別多，都可以慢慢積累出屬於自己嘅資產。清空無謂嘅社交，呢個喺而家呢個社交媒體發達嘅年代尤其重要。好多人成日都要維持住表面嘅社交圈子，成日要出席呢個飯局，嗰個聚會，結果搞到自己好攰，但係又冇乜真正嘅收穫。不如學紅姑咁，篩選翻啲真正重要嘅人同關係，將時間留翻俾自己同埋真正關心你嘅人，你嘅下半場一樣可以咁體面。呢句說話係我想送俾每一位睇緊呢集片嘅朋友。人生嘅上半場，我哋可能都幾拼搏，追求事業，追求家庭，追求各種外在嘅成就，但係到咗下半場，我哋更加需要嘅係一種內心嘅平靜，同埋一份對自己人生嘅掌控感。如果你今日突然多咗1億，但係得返自己一個，你會揀紅姑呢種生活，定係依然想揾個伴誠實啲？留言話，我知今日同大家傾聲，楚紅其實係想大家明白，每個人嘅人生都有一場仗要打，尤其係下半場。呢場仗唔係同其他人打，而係同自己嘅心魔打。你要打贏嘅係你自己嗰份對衰老嘅恐懼，對孤獨嘅恐懼，對經濟不安嘅恐懼。紅姑用佢自己嘅人生向我哋證明咗，只要你識得守心，識得理財，識得斷捨離，呢場仗你係可以打贏嘅。如果你中意呢種有深度、有廣度嘅講聲人生解釋，記得幫我點個讚，轉發俾你啲老友記一齊睇。未訂閱嘅朋友，而家就係最好嘅時機，撳下訂閱掣，加入我哋呢個睇透世事嘅大家庭。我哋下集見，各位保重。